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卓越談。嗱，今集咧我哋係會講下我夏中咧作為一個200磅嘅肥仔，點樣減到160磅。咁嗰陣時嘅心路歷程啦，我試過啲乜嘢方法啦，又或者咁講啦，我會想同大家分享多啲就係話，其實坊間喺健身圈一啲基本嘅概念啦，同埋我呢1-2年嘅所思所想嘅一啲嘅心得啦，一啲我個人嘅經驗嚟嘅。好，咁睇片啦，大家。言有盡，意無窮，卓越談。好，卓越談又翻嚟。我哋上次就講咗呢個強身健體嘅武術鍛煉啦。習武有啲咩好處啦？係啦，但係好似漏咗一 part 喎，就係我200磅點樣減到落去160咧？即係大家唔會覺得淨係打泰拳唔配合飲食就可以解決到個問題係嘛？先啦，將你支咪拉翻埋啲先。